各位來賓、各位街坊，我哋即將進行咧今日最後一場賽事啦，係第33場小龍混合銀杯賽啊！賽事已經展開咗啦。紅色旗嘅係陶小子，藍色旗嘅係交通銀行龍舟隊，黃色旗係偉易達集團，青色旗係勝利之友，橙色旗係健力龍，紫色旗係中信銀行國際龍舟隊，綠色旗係龍舟康樂中心，粉紅色旗係龍的傳人，啡色旗係北京大學香港校友龍舟隊嘅。我哋一齊睇下佢哋表現啦！最後一場咯喎，我哋用晒力同佢哋打氣啦！頭先有北京大。好啦，依家領先嘅咧，稍多領先係粉紅色旗嘅龍的傳人啊！紀律都係相當接近嘅，佢隔離嘅龍舟康樂中心咧都係好快啊！紫色旗嘅中信銀行國際龍舟隊都緊隨其後嘅。青色旗勝利之友同埋橙色旗健力龍，我哋望落去咧，紀律不分勝負啊！現在。好啦，繼續加油啊！交通銀行龍舟隊陶小子8號現時咧帶出嚟啦，龍的傳人，睇我哋可唔可以去到最後？4號青色旗勝利之友好似有啲優勢喎，上緊嚟第2名啦。陶小子又上緊嚟喎。加油！好啦，睇下先，保持優勢嘅係龍的傳人，保持到優勢啊！4號同埋1號，勝利之後同陶小子邊個喺到第2名咧？咦，勝利之後好似再上一層添喎！勝利之後，陶小子，龍的傳人，龍舟康樂中心哇，好犀利啊嚇！中信銀行國際龍舟隊都過埋啦，暫時最後2隊，我哋俾啲掌聲佢哋啊！北京大學香港校友龍舟隊同埋交通銀行龍舟隊。恭喜晒！最後一場我哋帶嚟咁精彩嘅賽事啊！接下來我哋頒發咧第30場小龍銀杯賽總決賽嘅獎項㗎。我哋恭請2026沙田龍舟競賽委員會籌款組副主席黃啟信先生為我哋頒發以下嘅獎項。殿軍嘅得獎隊伍咧就係理大電龍。香港理工大學電機及電子工程系有請代表。好，恭喜晒！季軍嘅係中銀香港龍舟隊。有請代表。